大家好，呢度係一鏡自由旅居生活。如果喜歡我嘅片，請記得留言、轉發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一個人去旅行嘅好處就係由朝到晚你自己話晒事，唔使等朋友起身，又唔使問下朋友今日想去邊。日頭行完呢個羅勇老街，夜晚就走過嚟呢個星光夜市行下。等我10分鐘帶你哋行勻呢個以食為主嘅夜市啊！呢個夜市咧，食嘅部分係好集中喺晒中間嘅部分，有4-5排左右嘅食嘅鋪頭喺晒中間，所以你行起上嚟咧會好行。賣其他嘢嘅地方咧就喺旁邊嘅。入夜市嗰陣，估唔到人都幾多喎。日頭去過老街，去過超級市場，去過啲大型商場，好似都比較冷清。可能今日要返工嘅關係啦，但嚟到呢啲夜市咧，無論平日或者假日都係咁多人。忽然間諗起清邁嘅周六夜市，清邁同樣都係日頭人比較少啦，好清靜。但一到星期六、周六夜市都係人頭湧湧嘅，好熱鬧，同埋日頭嘅反差好大。其實清邁都唔止一個周六夜市嘅，只不過周六夜市係比較多人識同埋比較大咧。有機會去清邁同你哋睇下其他夜市啦。沿路一路慢慢行入去，人就更加多啦。呢度係一個小型嘅夜市啦，雖然冇曼谷啊、火車夜市嗰啲咁大，但係一樣係咁多嘢食嘅。攤位應該都有100零個啦。呢度基本有齊常規夜市有嘅嘢食。
行咗差唔多1個圈啦，終於諗到食乜。今晚就決定咗食呢個海南雞飯加炸雞，再整多杯沙冰，再加多2串串燒添。喺呢啲夜市食嘢嘅好處就係價錢平，我呢一餐飯加埋都唔超過200銖，非常抵食。有時諗下，其實做人為啲乜呢？除咗做嘢揾錢之外，不外乎就係食啊、玩啊咁。尤其是食，民以食為天啊嘛。不過我個人就比較貪心啲，想去下唔同嘅地方，感受下當地生活，所以先至有而家呢個旅遊旅居嘅計劃。泰國除咗天氣比較熱之外，都算係一個適合短期生活嘅地方。喺一啲偏遠少少嘅城市，基本物價一啲都唔貴。泰國又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國家，雖然有啲人會覺得會唔會治安唔好啊，其實只要出門小心啲，提高警覺，發生事知道去邊度求助，我相信問題都唔大嘅。當然啦，如果你選擇喺呢度長期生活嘅話，你必須要了解長期簽證嘅手續啦、醫療同埋教育相關嘅資料啦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學識泰文。坐低準備食我嘅晚餐啦！呢度座位好多嘅，基本上都唔使特登去揾位。旁邊仲有一個夜市，係買啲二手嘢啊、寵物都有。下次帶大家去睇下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